后来继续讲到这个立法院外交甲国防委员会再去邀请到国防部做专案的报告。敦睦军舰的支队长陈道辉透过视讯向官兵、向学生、向家长来道歉。伊阁用性命来保证，讲绝对无隐藏疫情，但是嘛承认讲，确实无来汇报讲有人发烧。对全体国人还有社会造成如此重大不安。 表达个人最深切的歉意。海军敦睦舰队基舰潘氏军舰27日人确诊，支队长陈道辉头一摆回信咧。用生命保证，我绝对没有隐瞒任何疫情。立法院外交甲国防委员会邀请国防部进行专案报告，验过是不是应该对支队长、舰长，甚至是中尉的医官进行事情的会议，超未平。不要去找医官的麻烦，好像以为捡到枪，然后在里面做一些政治炒作。反对公审小医官。 我们咱哪要定吼，就定大家的啦。蔡英文最大只，蔡英文多大只？我们今天就是要真相大白，所以我们今天给机会给这3位来说明，并不是在公审。那咧立委协商后决定依法问当事人的意愿，验过拢被拒绝。潘氏军舰发生集体感染，即马听讲社会大众无欢迎国军。 对他们等于染疫之后一个现在目前的处境，我个人是非常觉得沉痛的，而且非常的不安，非常的难过。伫回国前，机会难得的机密任务到底是啥物？原地法嘛强调讲，专案是由伊决定的，其他无方便对外报告。